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勾勾。已经2个礼拜没有更新影片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最近在忙我们的歌唱班成果展，主要是可以让这些社区的爸爸妈妈他们展现他们这几年所学的成果。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不敢拿麦克风，到现在他敢拿着麦克风上台唱歌，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，很大的一个进步。希望大家可以多鼓励身边的长辈们，他们可以走出户外，跟大家一起互动，一起联谊。这样不仅可以延缓老化，而且也可以让他们的身心灵提升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次成果展的影片吧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是刚好在我们南投地区附近的，也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哦。
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们的赞助、朋友们的支持、朋友们的鼓励，让我们的成果展可以这么的完美。因为这次的成果展呢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欢笑、很多的欢乐跟很多的泪水，因为真的是太感动了。希望未来呢，我们可以多举办这样的活动，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喜欢并分享哦。我是勾勾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